不变，又来到中南内相见之前，与同胞登高塔，为那鸟边。先生，到此之中多疑有变，请先生方丈代查。哎呀，那边好大的院子，不知是什么所在，一说被我谁西。先生其实那边是去不得的，恰是为何？这里面是这一个猜想过的夫人和莹莹小姐，猜想过家眷。为何不知官意，却来包杀举子？先生有所不知，只因相国去世，夫人与小姐无了邻居，为转柏林援军，路上百姓孤儿三世，几句失踪。哦，原来是此啊！夫人平生世家年轻，什么人都不能进去的。张先生，请。好，请。红娘，小姐开了酒门，晓得。哎呀，才夫女眷来了，遇上了多也不便。哎呀，这怎么好？哎呀，张先生，都是来读一读吧，张先生。哎呀，小姐快来！那边晚些我好不也去，快来啊，红娘你来看，只听得哩哩应声。小师傅，这一位可是蔡家莹莹小姐？正是蔡夫莹莹小姐。那小娘子呢？那是小姐身边的侍女红娘。张先生，我师傅就要回来，请先生方丈代查。小师傅先行一步，小生随后便到。此次先生就来。了啊！你曾一心长风面，彩天下天冰云边，有女挽袖斜面顶，应当本在吃开颜，结我要子教
我眼花缭乱看难言，闻铃儿飞去观空天，又变了万王宫殿，才想到这里神仙。身在春山到浦东，门檐重光，小子中，花落水里红，烟在万中。为父一女，比远东一帘菊花不落衣，风飘满地，郑州城，常撇开燕州门，深院夫人西上村。小姐，我跑去做我的晚上晚上。是的。哎，小姐你看。小姐，这里的碧桃花开得多鲜艳啊！我们这样子去好不好？小姐，小姐，我们回去吧。
先生，张先生啊，萧师傅，张先生，我师傅已经回来，请先生方丈带上。好，萧师傅，请。萧师傅慢走。原来是红娘子，红娘子有什么事吗？奉老夫人之命，当天在即，不知长老可在方丈？我师傅正在方丈，是有劳萧师傅领路。好，我正要陪这位先生去见长老呢。张先生，请。啊，既然这位小娘子当天在即，小生动去不便，就请先引一步。此次稍备了，红娘子随我来。小娘举子三端上，心不见官员清光。方才是乘风引领花间事，此今是但有家中其日郎，他有巧来望忙，聪明伶俐不心肠。上代与都人小姐同困去，还需要引进温柔小妹相是了，小娘子当天再进回来，必定从此经过，我不免在此等人于他，如何不可？哦，他来了。啊，小娘子，小生这厢有礼了。先生反复。我们小娘子该是时候应应小姐的侍女红娘在么？我便是何劳同等。小生有句话，管什么？言出世间不可乱发，一出人儿夜里难拔。请说吧。这个。小生姓张名公，是君才，本官西乱日，年方23岁，终究是缺了知识阶层，并不是。嘿，问你嘞，我也不是说你先生，要你的生辰八字何用啊？这位小娘子，你家英英小姐，她可查来知知么？出来便这么样，哼！夫人在草林边上，自家年轻小一方，三寸三尺公子辈，我早不管谁中堂。先生你的情我不，我老细细本端上。小娘子，地理分言是不虚，都是人真官把礼忘，从今须得不乱讲。宋金爷，你当问的问，不当问的就不要复问。你要是复问啊，陪老夫人问知你何以偿？真是个书呆子。听着吧，心惆怅，一天愁锁眉肩上，小姐呀，你心中察觉老玄道，你不该领去回头望，今生上不和你做平头脸，难道我前世少了团圆香？
人是冰上。哎呀，红娘啊，张郎杀去相为王，玉小姐郎在女貌真相当。红娘啊，你不忠美，我便不把小姐想。红娘啊，你可知这相思的债最难偿？唉，斟杯茶一满身，长吁短叹，无钱颠倒真瑞长。是了，我不免向和尚记得伸手一记，早晚也好再见英英小姐一面。我就是这个主意，就